国在东突厥斯坦以教育转换名义下，将数百万突厥穆斯林关押在集中营里。虽然中国否认以上指控，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任意抓捕仍在继续。秘密访问东突厥斯坦的 VC 新闻社记者观察到，在喀什黑暗的半夜里，一群维吾尔人在警察监督下被送往派出所。记者说，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最艰难和痛苦的一次访问。中国当局通过手机和中国生产的一些应用程序，全天候地监控用户并收集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位置和联系人等。长期住在中国的一位名叫巴里克比兰的外国人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当局如何用手机软件窃取个人信息的文章。文章详细分析了中国如何使用微信窃取私人信息，该软件在中国和东突厥斯坦广泛使用。文章指出，当局监控你的起床时间、聊天记录和你想象不到的许多私人信息。7月1日是香港移交22周年纪念日。这天，香港反送中示威民众在一整天的抗议后，傍晚冲进立法会占领。一批示威者试图冲击立法会，用铁马、铁桶及铁笼车多次撞击立法会入口处的玻璃门，试图冲入立法会大楼。示威者对送中法表示抗议，并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办了第2届议会制的发展国际论坛。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的俄罗斯代表德米特里·萨维里耶夫强调了俄土伊关系和俄土阿关系在建立新的地区性安全系统方面的作用。俄罗斯和土耳其议会友谊小组副协调员萨维里耶夫说，在当今对抗程度如此之高的世界里，我相信议会外交可以恢复各国之间的信任和相互理解。以色列外交部长以色列卡茨前往阿联酋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卡茨在由联合国举办的环境会议上会见了阿联酋当局。以色列外交部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卡茨和阿联酋官员讨论了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特拉维夫与阿布扎比之间的关系。